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有真侪兄弟姊妹要伫上帝甲咱的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来领受主所赏赐的恩典。所以牧师今日把这个题目定做破镜重圆，就是一个破坏关系，会当重新搁好。毋知影大家有甲别人适合的经验？有时阵可能是别人得罪咱，惹咱生气，咱就甲别人迄个关系就真紧张。也有可能是咱得罪别人，引起对方的生气。但是安尼，双方就产生一个紧张的关系。其实凭良心来讲，我的脾气算做是袂歹，所以我比较甲袂甲别人发生冲突。但是虽然是安尼啦，但是咱人总是有血气嘛，有时有控制袂了情绪的时阵，有时嘛会冤家，嘛会甲人失和。通常咱爱理解来讲，咱甲人冤家失和拢有一寡过程。通常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冲突点会发生。通常是一寡误解，也是讲双方有迄意见无共款，也是讲互相背叛，等等遮的因素。所以迄个冲突点就发生，这个时阵就是双方的冲突，有人称这个叫做热战啦，双方就是有时会口角有时会当相骂啦，然后这段时间过了，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叫做冷战，冷战就是双方都无要插对方，无要接触，无要讲话，因为双方拢认为对方毋对嘛。拢感觉讲对方爱来我回失咧，我较要甲伊好好，所以这个时阵是冷战开始，冷战其实是一个机会啦，就是互大家拢冷静落来去思考，到底是啥物人毋对，要安怎去解决，但是如果伫这个冷战的时刻双方无和解的时阵渐渐就产生第三个阶段，就是关系的破裂。冷战这个时阵，冷战也无处理好势，就是关系破裂的开始。有个人认为讲冷战过去就好无要处理但是关系中间也产生一寡问题将来有可能这个产生更较大的冲突人一旦双方若关系破裂就进入第四个情形，就是开始痛苦了。人受万分的捆绑，迄种捆绑放伫咱家己的心内造成真大的困住，互人会真痛苦。所以其实关系破裂是人上界大的痛苦之一。这是咱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咱若当来圣经看咱若看创世纪的第一开始就记载一个人甲上帝失和的故事。圣经创世纪伊安尼记载讲，上帝创造人，然后将人安置伫这路园中间。为什么称作路园？就是伫这个所在人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这叫做路园啦。咱伫路园中间咱从来无看到一个字叫做基督。基督是人向赶出路园了，较有基督啦。因为迄个时阵人会当直接甲上帝沟通嘛，人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人接受上帝一切的供应，所以迄是一个真和谐、真水的状况，叫做路园。但是路园嘛有上帝所定来的规矩。上帝讲，这路园内底，这园内底所有的果子拢会当食，独独一丛的果子袂当食。但是人就是有迄个恶性啦，人就背叛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破坏原本的应该爱有迄款亲密的关系。我亲像一个囡仔无要听老爸老母的话，违背厝内底的规矩。因为这款的冲突，人受到罪的引诱，冲突发生了，人违背上帝的命令就开始人会惊去看见上帝。
所以就比起来，甲上帝冷战，吼，就亲像圣经中间记载，亚当甲夏娃犯罪了，因听见主上帝伫园内底咧行的声音，因就安那毋敢记上帝哦。我们对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会当甲上帝直接沟通，但是安那，因选择走去树园内底秘起来。即种刀片吼，无愿意承认家己的错误的方式吼，直到人甲上帝关系破裂，结果到落尾因就去用放逐赶出路远，出去流浪，人就开始生活伫痛苦的中间，人受到罪恶的捆绑，人的生命变成做无愿望，人毋捌家己生命的意义，变做一个无未来愿望的一个人生，人真痛苦。这是咱人拄着上介大的问题。咱的信仰甲咱讲，如果你若甲上帝无一个正确的关系，无一个合意的关系，你甲家己的关系就袂好势，你就无法度去活出生命的丰盛甲意义。如果你若甲上帝无正确合意的关系，你甲别人的关系嘛袂好势。你若甲别人的关系袂好势吼，你就生活伫迄个痛苦中间，所以生命就变做一种痛苦。这就是人甲上帝适合的故事。但是这个时阵吼，上帝无愿意咱人的状况是安尼，所以上帝开始一个伊的计划，就是破镜重圆的计划。咱人甲别人冤家吼，咱的生活是真痛苦嘛。人甲上帝关系破坏，也生活伫痛苦中间，因为未来无愿望嘛。人要安怎脱离这款的痛苦的日子，就是需要和解，就是爱甲上帝重新和好。因为咱若得罪一个人吼，咱若会当和解，迄心中一定充满快乐吼。咱拢知影，咱有这款的经验嘛吼。如果咱若甲一个人无拄好吼。迄个忧闷地藏伫咱的心中吼。我过去捌因为一件小可代志吼，甲有一个同工产生一寡争执吼。两个人吼，拢并血气咧做代志，所以有一寡误入吼，心肝就作怨恨对方吼。虽然是小可代志尔，但是就互相无要讲话。但是迄个时阵吼，真正有够痛苦的吼。每时咧困的时阵，想到这个代志吼，咱亲像一块石头缀伫家己的心肝吼。一直到安那，我就想讲安尼继续安尼袂使吼，一定爱甲伊和好吼。所以就承认家己的错误，去来悔失咧吼。迄个悔失咧得到伊的赦免了吼，迄心肝迄个石头吼落落来吼。所以迄个和解吼，会当抛放咱的重担。所以咱会当理解吼。要脱离这种痛苦的日子，就是需要和解。人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爱甲上帝重新和好。重新和好，就是讲咱愿意重新甲上帝建立，还是恢复过去迄款的关系。一般来讲吼，要甲人和解吼，一定爱安怎做毋对的人爱认罪嘛。然后另外一方面爱愿意赦免，安尼就当圆满。但是咱知哦，咱得罪毋是普通人，咱得罪上帝嘛。所以上帝的做法甲咱人无啥相共，伊用另外一款方式，伊用什么款的方式呢？就是拄则咱所读的第5章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伊讲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借着基督，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咱来注意哦。这18节中间讲，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吼，表示讲毋是人的作为吼。咱人错误吼，是错误的一方找对的一方来和好嘛。但是上帝无做毋对代志，伊却主动甲咱和好。上帝甲咱和好的方式是安怎？是上帝请一个调解者，就是伊的囝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来做咱的调解者。而且耶稣基督用的方式就是，伊替咱人来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这为什么安尼？
因为咱知影旧约的时阵吼，人若犯罪，伊就爱去找一个无下事的羊仔，然后牵到上帝的祭坛头前，伊爱将伊的手放伫这羊仔的头壳吼，安那亲像将家己身躯顶的罪恶吼，拢灌伫这只羊仔身上，灌伫这只羊仔身上，然后将这只羊仔献互上帝，抬死献互上帝，表示这只无罪的羊仔替人来代替人的罪，这叫做代罪羔羊。所以耶稣基督成做代罪羔羊，为着咱的罪来承受死的刑罚，咱才会当甲上帝和好。就是讲，无罪耶稣基督替咱死伫十字架顶，上帝互这件代志成就，甲上帝和好的工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最近咧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咱咧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绝对袂当去忽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伊的死来拯救咱。所以，上帝用这款的方式，甲咱人来和解。咱甲上帝无搁再是对敌，是和好的。咱接下来看吼，上帝是要甲啥物人和解？圣经中间，咱对遐所读的19节讲，上帝伫基督内底，叫世间人甲家己和好。所以，伫遮咱知影，上帝和好的任务吼，毋是为着某一寡特定的族群，是为着全世界的人，是为着你甲我来准备的。当然，对现实来看，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敢已经甲上帝和好？当然毋是啊，因为和好是双方面的代志。一方面提出和好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要有回应，安才会当和解嘛？没有哪和解？咱顶礼拜所读的经文对咱讲，约翰3章16节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授赐予因，互一切信伊的无得到灭亡，反得着永远活。所以咱就明白，上帝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要甲咱和好，咱哪有回应？咩回应？就是咱接受上帝和好的恩典，承认家己的错误，相信耶稣基督，安尼就会当甲上帝和好。上帝赐伊的独生子来为咱死，咱要做的真简单，就是回应上帝，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咱所做一切的事。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洗礼，等下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因会回答牧师所问的，其中牧师会问3个问题。第2个问题，我会问伊讲：恁敢有愿意悔改，而且相信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因会讲：我相信，我愿意。安尼，这个和解就完成，这和解就完成。所以上帝愿意主动甲咱和解。咱用咱的信心来回应上帝，这个和解就完成。当然，这个和解完成，不是讲这件代志就完全结束。咱来理解哦，这个和解完成，是一个另外一个代志的开始，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无论什么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所以，当这个和解完成了吼，毋是讲这件代志完全结束，毋是，是新生命的开始。接受耶稣基督了，每一个人拢会有一种新生命的展现。这人相信耶稣基督了，就有一种新的生命显露出来。这种新的生命，毋是干那外表改变哦，是心怀意念的更新。亲像一个人被新创造同款。圣经中间捌描述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这人伊是犹太人中间有名望的人，伊是犹太人的领袖。伊半暝来找耶稣，期待对耶稣得到真理。耶稣对伊讲一句话，伊讲吼：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国。这其中这袂当看见上帝国，意思是啥啦？
看见上帝国，就是等于甲上帝身边，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简单来讲，就是安那，就是重新恢复新的关系。所以这重点来讲，人爱顶头生啦。顶头生是指灵性的顶头生，是灵性内面新的创造，就是保罗先生来讲新创造的人。所以意思讲，咱甲上帝和解了，咱会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咱接受耶稣基督了，咱的生命会被新创造，特别是灵性的生命。咱看见伫圣经中间，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伊生命拢改变。撒该原本都是一个剥削人的这样欺骗人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伊拄着耶稣基督了，伊变做一个分享的人。咱看见保罗原本都是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但总是伊接受国外耶稣基督了，伊变成做一个人，伊变做宣扬福音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既然咱伫遮见证这个圣礼典，就表示这群人伊要展开一个新的生命。伫历史中间有太侪个会当安尼证明。今仔牧师甲大家分享一个人，这是一个日本人，伊叫做水野元山水野元山。这个人伊伫伊国小4年级的时阵国小4年级进前拢是真健康的人，但是读小学4年级的时阵，伊迄个时阵因为全校流行一种真严重的病症滴到伊病甲真严重，因为发烧滴到背啊变做脑性麻痹规身躯拢无法度振动规身躯剩即个目睭皮当安尼黏者振动尔伫迄病症是慢慢侵蚀伊的身体伊头起也会当发出一寡声音伊拍拼要讲话结果讲出一句话就是讲我想要死了后伊就无法度讲任何一字所以伊拄着迄个痛苦是想要结束家己的生命，一直到伊破病第5天，有一个伫伊的迄个都市伊迄个徛起的城市咧传福音的，叫做广伟龙邦牧师，知影因家庭拄着即款的代志，来因的出人探访，而且将福音传互因。伊讲这福音好亲像黑暗中间的一道光也亲像这茫茫大海中间的一块浮木相共伊就掠掉这个瓦壳伊讲伊接受耶稣基督了，伊的生命完完全全改变因为伊伫破病中间，毋是简单伊一个人受苦，因全家拢对伊无法度快乐起来但是因为伊接受耶稣基督了，伊的生命改变，带互因全家大细真实的平安甲喜乐。因为伊迄听觉还阁伫的所以伊真爱听圣经上帝的话逐工拢听这福音广播节目伊伫第2天了，伫受洗礼归伫上帝的名下。日本有一个真出名的牧师叫做高桥三郎伊将伊每一礼拜主日的讲道片拢录音带拢寄互伊，伊就安尼反复去听，坚定家己的信心。后来伊的老爸老母也受洗礼成做基督徒。有一遍偶然的机会顶面伊的老母带伊去看一个医生，医生来问讲你若听捌我的话你就目睭捏一下伊就马上捏一下伊的目睭皮伊的老母伫边仔看到即个伊的反应伊就想到一种办法，讲伊虽然无法度讲话无法度表达，但是既然目睭皮会当动表示伊个听有人的话所以伊就将迄个日本的拼音的迄个50音写伫迄个壁顶面就用一种真简单但是真爱开费真侪时间的方法，就是伊记迄个音若伊若要讲迄句话迄个音伊就目睭皮捏一下用安尼来讲话。后来因某仔囝迄默契愈来愈好
速度愈来愈紧，所以也当用伊捏目睭来表达伊的想法。这个囡仔吼，伊虽然无受真济教育，但是伊要写真水的诗。伊一生总共用这种捏目睭的方式出4本诗集。伊出第1本了吼，伊老母就过身去。后面3本拢是伊的小弟太太帮助伊协助伊完成这个诗吼。其中一首诗吼，无输甲大家分享。这首诗叫做《不可思议的是心志》用不可思议的是心志，应当相信，反倒怀疑；应当三听，反倒三钱；应当望，反倒锐气；应当喜乐，反倒伤悲。不可思议的是心志，一旦被主的手摸去，虽无看见，也无听见，也会因为心望爱来行去。咱看见到一个受到遐尼济限制的人，因为认捌主耶稣基督，伊对想要死，一直到活了丰盛有意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救主，咱会当改换咱的心志，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咱在座若也未接受洗礼，兄弟姊妹，牧师要考劝你，赶紧拍开你的心，来接受这个会当改变你生命，互你得到丰盛的生命、永远活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咱若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咱就有一个真重要的职责，就亲像拄则经文中间所讲的，咱领受这款的呼召，领受这款的责任，爱将这款的福音分享给别人。可能有真侪兄弟姊妹讲，牧师你今日讲这道理实在是上界浅、上界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要讲互浅，要讲互简单？这个破镜重圆的道理，就是爱你去分享的道理，就是爱你去对遐还未信的兄弟姊妹分享这款的信息，互因甲上帝和好，也互因会当得到新的活命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给咱，特别是咱少年教会的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有这款的心志，咱看见到，咱会当带予别人我尼大的祝福。愿上帝赐福保守看顾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亲自呼召阮来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恩典，这款的怜悯。阮相信圣神要伫阮中间同工，互阮每一个人才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恳求主你帮助阮，坚定阮的心志。互阮会让接受主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改变阮的生命，也帮助阮会当将这款的信息分享出去，带予别人祝福。恳求主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